有中意自己嚟拍啊！呢個上咗編號啦，快啲嚟拍啊！呢個款式超靚，考試框啊！有冇中意嘅姐姐？有中意姐，快啲過嚟！要嘅姐嚟拍。中意嘅姐嚟沖下，快啲嚟沖，超靚呢個粉色。你哋中意呢隻款式嘅姐嚟拍。咁呢個就過啦，你哋想要咩款式嘅打出嚟公平，我好值得去沖呢個過綠色，咁靚裝咁曬，見唔見啊？咁靚裝咁曬，見唔見啊？個大裝好絲啊！有冇中意啲裝咁曬嘅姐姐？有中意啲裝咁曬姐嚟拍一個，即係好強推啊！呢個真係你睇，滿滿的綠過啊！呢隻。打燈全滿綠啊！你唔敢相信啊！咁靚個裝啊，係大裝，粒粒都見唔見啊？每一顆都哇唔使講嘢，乾乾淨淨，慢慢面咁化晒開，又夠滿綠嘅一個。你要啊，你拍一個，中意自己嚟沖啊！喜歡嘅自己嚟拍啊！呢個價錢570蚊，咁啊過啦！你想要咩款式嘅自己打出嚟公平。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，有咩想要嘅姐姐們點菜啊！好推薦嘅款式，好推薦嘅款式，咁就過啦。你仲想要咩款式嘅姐姐們點菜？下一條啊，呢條都好靚。呢條有冇啱嘅姐姐？藍調一個，做翻一個綠，呢度做翻一個海紋石啦。呢度有一個唔係綠松呢隻海紋石，做翻啲咁嘅牌925銀啦，雙轉，一個咁樣嘅嗱情調式嘅。見唔見冰情調得水感好靚喎呢個，有冇中意冰情調式嘅一個？你睇肉感幾靚，係嘛？發晒開面咁咩都乾乾淨淨，冇問題喎呢個大裝，好漂亮啊！這個底裝有冇中意呢種嘅？清爽型啊，7個尺寸啦，有中意自己嚟拍啦，搭翻啲銀色嘅搭配咯，係嘛？比較時尚風啊，你咁樣去搭又得。這樣也可以，比較特色啦佢個。中意自己嚟拍啦，我中意佢個種夠水印，見唔見啊？見唔見啊？水印度好幼啊，好有水印感，仲有一夠乾淨嘅妝容。中意呢件嘅姐姐嚟拍，試下這種嘅姐姐嚟拍。呢個價錢係630元，你哋要嘅話嚟拍啊！中意嘅姐姐嚟沖咯。呢個係啲啲嘅。23427，價錢係630元，潛水嘅一個 DIY 手串，中意嘅姐姐嚟拍，啱嘅姐姐嚟沖，喜歡嘅姐姐嚟拍喲。尺寸去到係7嘅尺寸咯。你想要嘅姐姐嚟拍，情緒系列嘅，你想要情緒系列嘅，你揀呢條，你揀呢條。啲啲嘅23427啦，價錢630元。你想要嘅話，你拍一個啲啲嘅23427，價錢630元。有啱有中意自己嚟拍，有啱有中意自己嚟拍。
咁呢個就過啦。仲想要咩款式嘅姐姐們點點菜，歡迎點菜支持點菜。你哋想要咩款式嘅姐姐們打出嚟公屏。歡迎點菜喲！想要咩款式嘅妹妹姐姐們都可以打出嚟公屏啊！我哋下一個啦。仲想要咩款式嘅同我講。哇！呢個清爽型又好靚呢條清爽款咧，中唔中意清爽款嘅姐姐們啊？中意清爽款嘅姐姐們嚟揀一條，見唔見啊？嗱，佢呢度咁樣嘅做翻咁設計款啦，兩個白月光嗱間住一粒綠嘅係嘛？咁樣間住比較清爽款，比較清爽嘅款式，你中意清爽款嘅嚟揀一隻。中意清爽款嘅姐姐揀一隻，尺寸係7.4嘅尺寸，有冇中意呢隻款式嘅姐姐？嗱個裝啊肉感都 OK 嘅啫，係嘛？啲裝都很 OK 啊，這個款式夠透夠冰，個白月光好顯白啊，同埋搭埋呢啲綠貨，成條都係咪升華咗，比較清爽款，很清爽啊！而家款式有冇中意呢隻款式嘅姐姐？嗱冰透型，哇好靚啊，裝夠晒，然之後夠乾淨，係嘛？上身效果咧幾顯白，你哋去戴啊，買翻個係嘛？同媽咪啲母女款啊，係嘛？閨蜜款都好好睇啲款式，成串嘅效果好靚嗰個。啊，中意者嚟拍，呢個價錢係825元，有啱嘅者嚟拍，中意者嚟衝，去到一個7點幾啦，7.7。你中意呢隻款式嘅者嚟拍，有啱呢種款式嘅啊，清爽款嘅你揀個啲啲嘅23428，價錢去到825元咯。